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Yoko。Welcome to Spiritual Healing Area。今日會有5分鐘冥想練習，如何連結到你的內心。透過呢個練習，可以將我哋嘅意識聚焦返到我哋嘅心口入邊。練習打開一個能量強大嘅中心，進而喺身體內呼喚起愛、信任同埋喜悅嘅感覺，連結返自己內心，將會幫助自己喺一整天裏邊當做選擇嘅時候，能夠以愛為出發點，並加快咗顯化嘅歷程。首先，我哋揾一個舒服嘅地方，可以選擇坐喺椅子上邊，或者可以躺下，確保你係唔會被打擾。閉起雙眼，將注意力集中返喺自己呼吸上邊，透過呼吸，慢慢將氣呼出來。感受返身體嘅放鬆。首先，我哋放鬆我哋身體，放鬆我哋嘅肩膊，放鬆我哋嘅雙腿，放鬆我哋嘅頭腦，專注返喺我哋嘅自己嘅呼吸上邊。將我哋嘅意識帶返起我哋嘅雙眼之中，開始透過鼻尖去吸氣，然後用口呼氣，讓自己嘅意識向內，而且去釋放返一整天入邊所有令到你分心嘅事情。專注返自己內在身體嘅感受，我哋從腳尖慢慢開始，逐漸向上移動，專注返各個嘅部位，有邊個部位係會緊張，讓佢放鬆。吸，慢慢呼氣，吸，呼，吸，呼。透過吸氣同呼氣，想像有一個好光嘅光球喺你體內。透過每一次嘅呼吸，呢個光球會越嚟越變大，越嚟越大。喺你呼氣吸氣嘅時候，去感受一下你心口入邊有啲咩感覺。睇下究竟佢嗰種嘅無條件嘅愛、接納、深層嘅真實性同完整，去感受一下呢股嘅感覺。將你感覺到身體入邊有唔舒服，或者係負能量或者負面嘅情緒，透過你嘅呼吸，透過你嘅感覺，慢慢釋放出來，將呢啲嘅壓力
釋放出來。嘗試去允許下你自己嘅感覺越嚟越強烈，而且喺你心入邊一個光球，呢個好光嘅光亮嘅光球嘅能量繼續變大，繼續變大，直至到呢個光亮嘅能量就好似一個好大嘅光球一樣，將你身體成個部位包圍住。你可以想象，你可以停留喺入邊幾耐都可以，讓自己喺入邊一個休息，讓自己身體放鬆，好好去感受呢一種嘅感覺，就好似你躺喺於大海之中，漂流喺一個大海之中，令你身體四周都充滿着光同愛，重新去調校返你身體每一個細胞，每一個能量，就好似你自己身體躺喺於大海之中，去臣服於個大海，讓自己去放鬆，將一整天入邊所有嘅煩惱、唔如意、令你分神嘅、有壓力嘅，放鬆，放鬆你嘅身體，放鬆你嘅思維，進入去一個去滋養你身體嘅狀態入邊，感受下周圍嘅環境。當你慢慢回到當下嘅時候，你所聽到嘅聲音、感覺，去感覺下你身體所接觸嘅每一件事物或者東西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將你嘅意識慢慢帶返喺你身體或者你所在嘅房間入邊。當準備好嘅時候，就可以輕輕地睜開你嘅眼睛。今日分享到呢度為止，下集再見。